1996年，舒淇嚟到香港拍嘅第一套戲就係3級電影《玉蒲團之玉女心經》，簽咗6部戲翻嚟，第一部就係拍一部3級片《玉女心經》，但拍到第10日，王晶突然心有戚戚焉。咦？嘥佢喎！佢喺鏡頭後面望住從來冇上過戲劇班嘅舒淇，出現咗一種導演先會有嘅直覺，做得戲嘅呢個人。咁但係都拍咗10日啦，咁由佢拍，俾佢拍，同邱淑貞拍住拍《紅燈區》，表現都係好好。咁有少少性感，我已經覺得唔應該再俾佢性感落去。王晶當場話俾文俊知，我哋俾佢着翻衫，咁就俾佢做啲正經戲，佢係有資格做咁樣嘅戲。呢句係舒淇命運第一次被人撥返正軌，但教做戲之前要先教做人，於是佢開始一步步幫舒淇重置人生。電影裏邊我可以做性感，可以做裸露，但係我個人並唔係一個隨便嘅人，所以平日嘅出場咧就會係好 cute 啊，着翻啲好密實嘅衫啊，咁同埋講嘢我哋都同佢傾過晒。嗱，你呢啲講得，講唔講得？當時咧，我哋覺得個圈裏邊有紮妖孽嘅，其中二服成日着到好暴露，希望博影相。我話嗱，呢班人出嚟咧，你寧願嗰日冇相影都唔好簽碼，你即刻走，絕對不能合照。佢唔止係導演，係帶住舒淇離開泥沼嘅第一個貴人。一部唔記得咗2部稍微性感啲嘅，之後我哋就覺得你唔應該再拍啦，跟住就從此就冇咯。